三股尋遊五羊城。蘇生啊，你望住隻船望到入晒神，你究竟諗緊乜嘢啊？哦，我喺樹咧就諗緊啦。廣州咧，因為有條珠江啊，穿城而過，分為咧河北、河南兩邊，所以從古至今咧，廣州市啊都好需要啊各式各樣嘅船艇咧嚟作為交通工具。既然你諗得咁長遠啦，不如你講下廣州嘅船艇演變過程啊。好啊，嗱，咁咧即係喺古代啊，廣州珠江水面行走嘅木船咧，而家有模型可以見得到嘅咧，就係由呢個西漢嘅古墓咧挖出嚟嘅木船喎。嗱，從呢隻西漢嘅木船咧，我哋可以睇得到咧，就係前邊咧有4個人分開左右兩邊咧，係嚟划艇划水嘅。咁啊後邊咧就有一個人咧係坐喺度掌舵，咁啊坐船嘅人咧就坐喺船隻嘅中間嗰個船艙裏頭啦。咁東漢嘅船又點咧？東漢嘅船比起西漢嘅船咧，可以講咧係船身長咗、大咗，而佢嘅結構同埋呢個規模咧都複雜咗好多咯。蘇生啊，隻船開緊啦，不如你講下以前從河南呢邊坐過對面係坐啲咩船啊？喺以前啊，海珠橋仲未落成通車之前咧，好多廣州市民咧過島咧都一定咧係要坐嗰啲橫水島嘅。咁啊，所謂橫水島咧，其實好簡單嘅啫，就係一隻嘅載得4個人嘅小艇，即係由啲艇家咧係划槳划過呢咁嘅河南嘅對面，咁嚟過渡嘅。咁啊，呢啲橫水島咧睇起上嚟雖然話危乎啫喎，但係以前廣州市民要橫過珠江嘅水面咧，就完全靠晒佢哋㗎啦。唔通冇啲穩陣啲嘅船咩？嗱，當然有啦。根據資料顯示咧，喺1921年咧，廣州咧就開始有呢啲咁嘅渡江客輪咧嚟行走珠江嘅南北兩岸嘅。咁呢啲咁嘅渡江客輪咧，船身咧就大得多，就係用柴油機器咧嚟推動嘅。咁啊，航行嘅時間咧就比較穩定。嗱，好似我哋而家坐緊呢啲咁嘅渡江客輪咧，當然就安全得多啦。咁啊，因為有呢啲渡江客輪咧，所以咧嗰啲咁嘅危乎嘅橫水島咧，於是咪就被淘汰，從此就銷聲匿跡咯。聽人話仲有啲花尾島嘅喎，唔知啲船又點樣咧？哦，花尾島係嘛？嗱，花尾島咧就並唔係用嚟橫渡珠江南北兩岸嘅船嚟，而係咧行走廣州附近鄉鎮嘅大木船嚟嘅喎。咁啊，啲乘客咧可以咧喺呢個大木船裏頭咧係瞓覺啊、食飯啊，甚至沖涼咁嘅喎。咁啊，點解叫花尾島咧？因為嗰個船尾嘅部分咧就係用啲彩色嘅，用啲油彩咧油成咧七彩繽紛，啲人遠遠望埋去咧花哩花碌咁，咪叫佢做花尾島咯。咁啊，因為花尾島個船身咧太大太笨重啦，咁啊，所以咧就唔係靠佢自己嘅本身嘅動力嚟推進，而係靠前面一隻機動嘅拖船啦，將佢咧拖住嚟前進嘅。啊，話咁快個船就泊岸咯喎，睇真下呢兩邊嘅風景真係幾靚㗎。咁啊，真係千幾年嚟咧，唔單止喺珠江水面行走嘅船隻咧發生好大嘅變化，甚至到連珠江南北兩岸嘅市容同埋呢個建設都發生好大變化喎。嗱，我哋如果留心睇真下咧，珠江兩岸嘅呢個建築物咧，真係越嚟越宏偉，越嚟越先進㗎，真係令我哋咧足以自豪。由此咧去證明咧，人係要隨住時代嘅進步咧而不斷求進嘅。